咱在座所有各地莲友哈，咱定国寺的上师，大家熬早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这场太重要了，所以师有必要就这个机会，甲各位介绍。这好的物件，爱甲咱的莲友大家分享。那我知影，别人唔知，安尼真拍算，真可笑。这祖师啊，用伊的智慧所讲出来话，对咱末法的众生足大的帮助。既然咱是学这净土法门的人，就是念佛法门的人，所以咱必须要把祖师的每一句话，要谨记在心就对，要牢记在心吼，要永远放在心肝。蕅益大师是咱净土中第9代祖师，伊讲一句话：无照举老修正。意思是啥呢？你免来足辛苦，安尼遮日劳动，要修甲你要证悟开悟，免安尼啦。吼，我一定爱安尼欠长内多，穿衫穿我破破呢，饭拢唔食呢，吼，足辛苦安尼来修行，最后要来开悟证道，伊讲免安尼方法。你讲，蕅益大师伊甲咱交代，你免安尼做就对。单持佛名，只爱啊！你持就是讲你一甲这扭条，定好按就对，莫放啥佛名，阿弥陀佛的佛名，莫放弃哦。你只爱甲佛名持条，坚定不退。这真就是行这个叫做快速的路就对，直接的道路，你直接对当定不退，不退就是袂阁退转，直接最后去成佛就对。只要你念这佛名，最后真紧真快速就会当成佛啦，袂阁退转，这就进登不退。这是奇特甚妙、真神奇的、真特别的、真殊胜、真微妙的代志就对。是安怎微妙？为什么这么好听的话，拢来伫形容讲咱念这佛名是安怎？因为伊讲超出思议就对，超过咱人去思考。要安怎去讨论、去研究、去分析，你超过你的想法就对。一般咱人无法度去分析，无法度判断，超过。因为佛祖的名是要救你，佛祖的名有光明，佛祖伊的功德齐全啊。所以你念伊的名，伊完全将伊修持的功德，甲伊放伫这名号内底，要布施予你啦。你念的人，伊就是予你就对，要去的功德。你拢无亏欠，你在生要求平安、求添福寿、求家庭和乐，拢愿你所愿、愿你所求，一句佛号，所以超出了思议，超出你所会当想会到的代志安尼啊，是第一方便，是上方便的中间的上方便。方便就是你做会到，伊做会到，大家拢做会到，简单直接。这叫做方便，是第一方便。第一方便是啥？就是持名念佛，你就是念佛祖的佛名，伊的功德会直直予你，你的业就直直消，烦恼就直直减轻，而且上重要，各位后摆咱要往生的时阵，佛依照伊的愿力来甲你救度，你就顺顺时时去西方净土，免过六道轮回啊！这是第一方便的就对，各位简单中间上简单的办法。就是你念佛就可以了。在座各位，这就是蕅益大师甲你交代。每后代人哦，真熬修行的人都讲，这蕅益大师什么人家讲是佛菩萨来转世啊。所以你千万莫看轻哦。你看这么伟大的圣者讲的话，哎呀，太殊胜了，太有意义了，对咱众生太有帮助了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要用解说讲出来。你会当将伊的含义啊，伊要所求的意义，讲会出来，安尼，咱众生才会当受用啊。所以咱要谨记在心，大家拢听有吼，感谢阿弥陀佛。